大家好，歡迎收聽10分鐘健康，我係你嘅主持人 Melody。今日咧，我哋會用10分鐘時間講解一種越嚟越多人關注嘅天然補充品——納豆激酶 （Nattokinase），特別係攞對心血管健康嘅影響。無論你係想預防中風，或者對血壓、血脂有顧慮咧，呢集你一定要聽到底。第一部分啦，納豆激酶咧係佢嘅。納豆激酶係一種由日本納豆發酵過程中提取出嚟嘅蛋白酶。最初就喺納豆入邊發現嘅，所以名叫納豆激酶。佢最出名就係有強效嘅溶血栓抗凝、改善血液循環能力，呢啲都係預防心肌梗塞、中風、靜脈血栓等等心血管疾病嘅關鍵。第二部分臨床證據話俾你聽，一咧，降血壓效果。有研究喺北美做過雙盲對照實驗，發現每日服用100毫克納豆激酶，即大約2000 FU， 持續8星期，無論收縮壓或者舒張壓都下降，尤其男性平均降咗5 mHg。幾百人嘅統合研究咧，亦都證實咗納豆激酶咧係有溫和降壓作用。血脂改善。高劑量先有效。早期研究話冇咩用，但係2022年有一個超過1000人嘅實驗發現，高劑量每日10800 FU， 連續1年可以大幅改善總膽固醇、三酸甘油脂同埋 LDL， 仲可以升高 HDL。另一項中國研究亦都發現，6500 FU 連服半年可以減慢動脈硬化進展。3. 抗血栓改善血流，納豆激酶可以提升身體溶解纖維蛋白嘅能力，抑制血小板聚集，減低血液黏稠度，令血液循環更順暢，對預防中風同心靜脈血栓非常有幫助。人體試驗都支持佢有明顯抗凝血功能啦，但係又唔容易出血啦。第三部分副作用與風險，納豆激酶整體嚟講都係安全性高，唔容易引起嚴重不良反應。小部分人可能會有輕微腸胃唔適、頭暈或者倦意，大多數都係短暫。但以下人群咧係要特別小心嘅，對納豆或者大豆過敏嘅人，可能引起 UF 麻疹、氣促等過敏反應。服用抗凝血藥，例如華法林啦、阿士匹靈啦，唔好亂去加納豆激酶啦，要問醫生啦。低血壓體質、易出血體質咧，要留意可能會加劇風險啊。總結一句，安全啦，但係唔代表人人都啱啊。第四部分，正確劑量點食。市面上大部分納豆激酶嘅產品每粒大概含有2000 FU 啦。咁常見個建議咧，劑量如下啦。一般保健每日2000至4000 FU， 大約1-2粒。針對心血管風險，每日5000、7000 FU， 有時甚至去到10000 FU。總結補充而唔係替代。納豆激酶咧確實係一種有潛力嘅心血管保健成分，特別係對血壓偏高、血脂異常或者有家族心血管病史嘅朋友。但佢唔係靈丹妙藥，唔可以代替你應該食嘅藥，亦唔可以代替運動、清淡飲食、足夠睡眠。今日10分鐘健康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對納豆激酶有更清楚嘅認識。記得讚好、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你關心父母、血壓高、想預防中風嘅朋友。我係 Melody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